Hello，大家好。之前睇完 Happiness 嘅 MV，覺得 Irene 個妝好靚，好適合夏天化。點知化完之後呢，覺得同之前嘅仿妝有啲似，再加上呢啲頭髮冇 Irene 咁長啦。咁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，會睇埋落去啦。有時我想個妝 keep 得耐啲嘅話，我都會習慣用保濕 spray 去代替化妝水。本身我隻眼都比較容易起乾紋，所以我比較中意用一啲厚身少少嘅眼霜，感覺上化妝嗰時呢，可以填平咗少少乾紋嘅問題啊。平時做保濕，我習慣都係會按到吸收晒先會去下一個 step 嘅。塊面唔太濕嘅情況下上妝，個妝先至會夠均勻同埋夠貼服嘅。妝前我就會搽翻個 base 打底，咁佢就話呢一個係保濕 base 啊，但係我就覺得佢一啲都唔係好保濕嘅，咁但係反而就比較似係提亮同埋亮白多啲啦。今次底妝方面，我就用咗個遮瑕度比較高嘅 BB cream， 點喺啲要遮瑕嘅位置用手指推開，咁就唔使做晒全面嘅，咁個妝就可以薄少少啦。我面上面就比較多墨啦，咁 Irene 就好白淨嘅，所以我就遮晒啲墨先，可以先用比較深色嘅遮瑕膏打底，然後用翻自己膚色嘅遮瑕膏啦，或者係粉底呢去on top 遮多層就可以噶啦。輕輕掃上乾粉之後就可以畫眉。Irene 嘅眉都算粗嘅，而且唔係好 sharp 嘅一字眉，可以填翻啲色就得啦。而且呢個妝嘅眉係會比較深色，所以我就會用翻深啡色嘅眉膠去做啦。眼妝方面，可以先用比較閃嘅米白色眼影，喺眼蓋同埋眼底度打一層底先。然後可以用粉橙色嘅眼影 on top 再搽多一層，如果冇粉橙色嘅眼影，可以用橙色嘅胭脂嚟取代都得嘅。眼線方面，如果你接受到嘅話，我覺得你可以畫得比我更加長，咁效果就會更加好啦。方向呢，就係跟住你嘅下眼線向上嘅角度嚟畫。下眼線我哋用啡色眼影去做，先用眼影掃大範圍又 soft 咁樣喺下眼線個位度打咗個底先，再用斜角掃或者係微掃加翻一條實啲嘅下眼線上去。咁下面嘅 waterline 位就最好用 pencil 或者係 gel eyeliner 畫啦，咁就冇咁容易化嘅。呢個妝都係冇黐假眼睫毛嘅，咁做翻一般嘅夾眼睫毛同埋搽睫毛就可以啦。胭脂都係唔使多，少少白裏透紅嘅效果就最好。今次嘅唇妝都係一個咬唇妝，所以可以先用粉紅色打底，再喺咬唇位置加上鮮紅色，效果都會幾靚嘅。咁掃埋個陰影同埋光影就可以 set 頭啦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妝出街化都幾靚啊，都唔算太誇張啊。夾頭之前我都會搽咗髮尾油先嘅，等啲頭髮冇咁傷，又可以有光澤啲。如果我頭髮長啲就好啦，不過唔緊要啦。咁夾完個頭之後呢，就可以紮翻一條側嘅馬尾啦。最後加埋啲花仔就完成啦。咁如果大家都好似我咁染咗髮，不妨呢紮完個馬尾之後，可以抽翻一細束有顏色嘅頭髮，用嚟包翻住嗰條橡筋，咁都會好好睇噶。
咁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，希望你哋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